贵宾、老亲及宗教界的先进们，大家好。总统好。今天非常荣幸来参加因为一贯道万民4天祈福大典，一贯道远远为长。虽然在早期道亲受到一些压抑，但是前人们还是秉持着悲天悯人的精神，护众生、救世间。到了解严之后，完全展现出宗教上的活力，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。在公益慈善上，一贯道也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。无论是慈善机构的设立、医疗服务的措施、社会福利的工作，以及急难救助等方面，都可以看得出来道亲的身影，默默地在各个角落一点一滴的付出。尤其是发生重大事件、灾害的时候，一贯道总会还有各支分会都会积极投入救灾，无论是物资的捐助，或者是心灵的抚慰，为灾民和救灾的团队提供了很多的协助。我代表政府感谢大家的热心与努力。这几年台湾遇到了很多的问题，我们要一项一项来解决，透过产业转型、经济振兴以及社会正义的落实，让台湾可以繁荣发展。但是除了政府的努力，也需要民间团体、整个社会跟我们一起来努力。一贯道的精神提醒了我们：世界要清楚，人间要至善。很重要的是，大家要时时保持良善的心，也要共同努力，让国家社会变得更好。今天看到各界宗教界的先进齐聚一堂，透过祈福，秉持着挽世界为清平、化人心为良善、济世界为大同的宗旨，来为台湾祈福，非常的感动，也非常的感谢。宗教是安定社会很重要的一环，相信各位的努力，台湾一定会圆满祥和。最后，祝今天的活动的顺利，大家身体健康，谢谢。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来感谢总统致辞，同时恭送总统。各位来宾请起立，掌声欢送总统。一贯道全体道亲，恭祝总统政风康泰，国运昌隆，祈求两岸和平，世界大同。感谢总统的莅临，也感谢总统的致辞，谢谢总统。请坐下。